喺600幾年前嘅明朝。如果唔係鄭先生仗義相救，我哋就滅族啦。快啲俾我啦！我冇啊！有槍啊！話你聽。咁我幫你問下隔籬個女仔有冇啊？把聲啊你。Jenny，你有冇啊？黐線！你唔好亂嚟啊！嗰個人有槍噶。爽啲手啦！我都冇啊。你都冇？你早幾年嚟我都有嘅，而家冇啦。你唔好講笑啊！嗱，我趕時間啊，仲有出邊好多朋友等緊我噶，仲有幾杆槍你知噶啦。既然你咁需要，你去9號窗問嗰個肥妹攞啦。我諗住銀行得佢個有咋。得佢一個有？間咩銀行嚟噶？有冇搞錯噶？有啦啩？吓？有幾杆槍啊？有冇？有啊，有。有啊，攞嚟啦，趕時間啊！吓？咁趕？梗係啦，梗係啦。咦，劉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呢？我同你哋講啊，你哋千祈唔好驚啊！我哋係警察，我哋唔驚嘅，你請講啊！我頭先俾人魚綁架，人魚係邊位呢？唔係邊位啊，係一半人一半魚嘅美人魚啊！唔係左右，係上下。唔係啊，佢上邊係人，下邊先係魚。頭咧冇遮噶，女人嚟噶。佢唔好扯火，我明。女人嚟噶嘛？頂你個美人魚啊！係咪玩嘢啊？你哋啊，就係嗰種長頭髮、身材好好、有條魚尾游來游去嗰啲啊！係咪仲要我講啊？你唔使講啦，你繼續講啊！佢一嚟話我好靚仔，話中意我，起勢咁溝我，然後就綁架我，就喺青羅灣嗰度啫嘛，全部都係人魚，仲有八爪魚。八爪魚啊，驚唔驚啊？俾啲反應啊嚟啊喂！嗰條魷魚鬚箍住我條頸，生生手起刀落，沙一聲條魷鬚斷咗，我契弟走得摸啦，啪一聲跳咗落去。你笑咩？我諗起啲開心嘅事情。咩開心嘅事情？我老婆生咗仔。你又笑咩咧？我老婆都生咗仔。你哋嘅老婆係同一個人？係啊，冇錯。唔係，係同一日生咗仔。我好嚴肅同你講啊！我唔係同你講笑啊！梗係啦，梗係啦。喂！不如講翻正經嘢啦。成功過渡60歲生日患癌嘅 David Webb 繼續發揮佢嘅生命如意，喺佢嘅網站 website 裏面發佈2024年香港上市公司董事報酬排行榜，當中午後至愛、新世界嘅純官同埋其他有料嘅 CEO 齊齊上榜。報酬榜收入包括袍金、人工、獎金、花紅、股份支付薪酬費用，即係你做得好嘅，帶領公司股價節節上升。就算薪金同埋津貼唔高，但花紅、股份支付都可以係薪金津貼嘅100倍。唔講廢話啦，
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喺過去一年袋咗9883萬，差唔多成億啊，其中3000幾萬屬新世界支付，諗到1蚊都唔使供股，再融資碌3年，當你每年袋3000萬啦，3年差唔多袋成億。而新世界嘅股價就由2024年4月1號嘅8個半反覆回落至2025年3月31號嘅4個9毫3，現時則為7個9毫半。純觀就可能覺得自己喺3間公司新世界發展、周大福創建、周大福珠寶、勞苦功高啦，特別係喺新世界啊，如果唔係都唔會自己袋成億啦。記得上個月純觀喺新世界年報裏面粉墨登場，感謝班辛勤付出嘅員工，多謝銀行嘅手足批咗880幾億嘅融資，而家明晒啦，880幾億裏面原來有1億攞嚟出糧俾自己，唔怪得上次私隱大法整咗首時勢不由人而變局如潮，原來1億代代平安，難怪喺年報中笑顏逐開啦。純觀呢啲漆黑中嘅螢火蟲咁都袋到1億，你懂的，但是錢啊，賺錢，哎，錢要不要？錢我要啊，但你得有底線吧，你不能昧着良心啊！良心，保衛地球、維護世界和平就靠你啦，良心哥。你頭先講呢位美人魚靚嘅係嘛？佢唔係靚唔靚嘅問題啊，佢真係嗰種好少見嗰種。佢隻眼呢就細細隻咁，個鼻相對係大嘅，啲牙就尖尖地，都幾 Q 嘅。最衰嗰晚唔夠光，我睇唔清楚佢個胸。嗱，你冇起人睇神，我忍你好耐噶啦。我老婆生個仔，生咩仔啊？你笑緊我都冇停過。劉生，我哋係受過嚴格嘅訓練嘅，無論幾好笑咧，我哋都唔會笑嘅，除非忍唔住。唔啱咁啊，劉生，你翻屋企冷靜下先，我哋一有消息就馬上通知你，咁你安樂啦。你馬上展開行動，係嘛？發散晒，前後包抄佢哋就啱啦。劉生係咪有嘢要補充啊？劉生，我哋就滅族啦！問世間是否似山最高，或者另有高處比天高？在世間，只有山比此山更高，但愛心找不到比你好。一山可比你一山高，真愛有堅高，千百樣好。論武功，俗世中不知邊個高，或者絕招同途異路，但我知論愛心找不到更好，待我心世間始終你好。或者絕招同途異路，但我知論愛心
更好。待我心，世間始終美好。待我心，世間始終美好。